叶老师的上曲360音乐分享会。然后叶老师他是我的藏文恩师，然后相信这边在座有很多他的学生。叶老师他以前在法鼓山汉藏班有教过很多喇嘛、天婆、祖祖，然后他的学生有台湾人也有西藏人，然后他在那个德旗也有教那个西藏人中文，所以他学生非常多，有康巴人、安多人、拉萨人。然后今天呢，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藏曲360音乐分享会。然后我们很感恩老师今天办这一场，是因为他为了让我们学藏文学得很快乐，他还特别弹吉他让我们学。所以呢，大家都有兴趣，以后还可以来这边上课。然后你看老师很年轻哦。其实他是3个儿子的妈，他帅哥老公在这边。然后呢，那个老师他今天特别弹吉他，也是我觉得老师他也是我们台湾西藏藏文老师的创举，只有他会弹吉他教藏文，这就是我特别欣赏叶老师的地方。然后现在就我们欢迎掌声来欢迎叶老师。那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听这个奇遇的这个佛子行37首，那我想我们第一首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歌哈。那同学手上都有歌词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能会先我们先唱中文，好，第一首先唱中文，然后之后我们再唱藏文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。